观众朋友，今日个红模范所看福起来，系阿明姑刘浩明。我相信生人呢，伊哋健康吼，系做野外最在意嘅事情。但是我让我去观察，讲生人嘅更加系让嘅一种情形，我哋今日邀请到系我哋兽医科嘅权威，我哋廖松泰医生嚟到我现场，一讲我哋让我平常时让我去观察我哋生人呢，同时俾我哋嘅父母可以睇我哋屋企地方可以安心嘅照顾我哋生人呢，我哋马上欢迎来宾，我哋廖医生，先生好。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我是屏东的客家人小儿科医生吼廖总泰，以后对台南马雕开业吼。今日我发现我哋先生来到我哋现场，因为我哋香港其实我哋咧嗰度做野外嘅人啊，嗬，尤其喺嗰度處做野外嘅人，其實對生意來講嘅話，伊生意有乜嘅偏痛，伊都感覺到講，哎，嗰種生意了用嘅哟，尤其係我哋講新手爸媽啊，嗬，其實真係一下尾嗬有乜嘅事情啊，嗬，伊都感覺到佢驚。但是其實對門診來講嘅話，嗬，一般你即個門診來講嘅話，而家最常看到嘅獸醫科嘅伊啲偏症有哪一啲啊？以下父母睇來看偏吼，青島麻煩鐵就都青頭大都係發燒啦，發燒父母請假，假使唔係小 baby 吼，假使係一般嘅成人咧，發燒超過38、39，超過2-3日以上，像我7個成人嘅發燒，我差唔多可以忍耐2天，2日差唔多，假使超過2日半3日吼，我驚。我去請，我去帶我家人帶去醫院做檢查。哦，假使發燒，如鐵發燒超過38.39 2-3日以上，天醫吼，人可以輕很疲勞，輕開吼，安尼骨頭酸痛啦，衣服變奄奄無精神的安尼時候，第三吼。就莫名其妙都安尼情绪起模吼，我心恼人啦，烦躁不安啦，无像普通的神情安尼很不舒服，安尼紧传到太人爱紧难，紧叫，无乜个事情紧叫，过来吼，清理开荷里度盘啦，盘来清理开荷里度清理开，也个都出去談青島，青島熱，差唔多超過3日、5日、7日，我感覺胸口吼，我安尼悶安尼吼，我也是要糖尿由於安尼喘的現象安尼，喘的現象安尼都差唔多都愛去檢查一下較好，剩的那小 baby 因為佢冇講法嘛，小 baby 看起的時候，我哋以前老師同我哋講，假使小 baby 你感覺佢有點不大對勁英文講安尼 something wrong，用人直覺判斷，因為生人呢活動一般都較有活力嘛，有時伊南咪下裝甲數，你看見安尼，你無精神安尼，都輕開安尼點冇啱反應唔感到直覺佢有麻煩，都唔是講佢有乜個促啦、痰啦，反正發燒到38.39，感覺怪都去做檢查，安尼差唔多安尼啦。一種溫度來講嘅話，唔能同講嘅38.5、38.8，而係用嘅方法去測量出來。到底1度都能算發燒，政府規定是37.5。也37.5係量嘅溫度，既然係腋下嘛，以前傳統係腋下或是肛溫嘛，但是我哋臨床上希望家長多量幾次，唔好講量100啦，差唔多我哋認定差唔多37.8、38，安尼都差唔多嘅都算發燒嘅，安尼算發燒，37.56都算邊緣走去嘛，如果差唔多愛處理嘅，所以有啲家長問都帶1度都愛食退燒藥嘛，看佢處理小孩子的經驗，因為有啲生意呢38點都抽筋安尼家長加大約差唔多37.5，佢都食退燒藥嘛，有啲生意呢爸爸媽媽佢
他不会关心那么密切，所以有时叫做38点5、39，技能是退烧药嘛，没做的，所以我们一般都37.8到38以上做的是退烧药，做的维持差不多5、6点钟。38.5到39做的用钢塞，也是维持4到6个钟头，安尼差不多啦。跟一般的讲法呢，而家贵上开到台湾贵贴用耳温枪，它耳温枪的温度，我边个等，人哋讲头头讲的讲标准的腋下嘅温度讲，我够高还是够大？市面上卖耳温枪没做的啦，但是有几点要注意到，因为我哋呢耳道唔係出的，而係都往鼻孔方向。哦，伊咧个踩起来面向，所以你量的时候，耳孔装起来，你去对鼻孔，对人鼻孔的方向，安尼，来去个孔会较太窄，你去安尼转的去，滴，你去量，安尼较准，天一早有的生意呢，底部有耳屎，假使冻顿的以后，量的迄一只孔底部有一张耳屎冻顿的嘛，量的温度会较无准，所以不是说耳温枪无好，你量的时候它有它的一些小的障碍，但是家长没有注意到这点，他就拼老命要量安尼那耳温枪感觉较方便，但是耳温量的时候，第一个上面没有喷水，喷水安尼皮肤湿不湿嘛那这个较偏爱量那个要在地方太阳穴上面一点点中间我量一摆，但是我慢慢量到太阳穴跟眉心，因为那边的温度较高一些。比如说你中间量37.8，有时在那边我38.1，那我量较多摆，安尼就选那个较高的来判断它是几次，安尼一般量较大概较好啦，唔好讲量一届。可是安尼量出来以后，还是要走动等政府规定的，比如讲37.8、38.1、38.5，安尼的范围啦，还是讲要去改一些？政府冇规定讲一度温度爱吃哪个药嘅，我哋都按照我们临床经验嘛，都差不多家长习惯，因为你讲37.5，家长吃药他不愿意啦，但是37.8、38，有的家长等到38.5那样吃药嘅都我能建议，但是家长有时候有他们的意见就是互相，我们是一个参考值啦，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按。比如讲冲咯，因为其实而家生意嘛，佢会冲，而且希望嘅空气冇啦，冇攞感冒嚟讲，伊冲嘅伊也會冇個嚴重。以下家長來有一種問題佢想要看醫生，但是他有個矛盾點，如果佢希望提早醫生你要用好藥嘅，然後當然是家長都按嚟咩，天佢冇想嘅是青島藥嘅，佢想嘅是青色嘅藥嘅又很矛盾，心裡很矛盾。中文講又要馬肥又要馬不吃草，佢想嘅是青色嘅藥嘅，又希望他生意呢較好，那我如果我自己經驗好來，我細時我生意的時候，我們家很窮，冇乜個錢啦。我媽媽做醫生要用40生意呢，以下告訴我哋生意呢有破病我媽媽欠，因為我媽媽做老師冇乜個錢嘛。佢講有破病嘅，我帶你去看病千多錢點冇？今年我驗嘛，我哋都按呢去麻煩，但是我哋有一種好習慣，都我哋民意起床後，我哋生長在鄉下，以前在屏東鄉下，小城風雨全部阿公阿媽阿伯阿叔叔叔嬸嬸他們全部他給如果風起來，開始做按呢生批生批以後我用做術示範做得好，生批以後冇危險字嘛，對冇？以前生批沒用危險字生批你看阿公生批前，用手作的安尼，所以你看你問一下阿公，他們就知道，以前生批是不是用魏字寫的？今天因為寫到這邊用抓的安尼抓一路歲數，生批生槍以後都快是
污水洗鼻孔，就是用水洗鼻孔安尼。可是迄水唔是自来水，是泉水，地下水。我们都挖地下水，可是他可以用200安尼装水，先生皮，过来都洗皮水，洗皮水以后开始做第3道动作安尼，嘴闭起来过来鼻孔，过来配痰安尼，配闽南语叫做得去配痰就是鼻孔伸到下尾去配出来，但是伊汉人唔会做诶，第4道动作都做漱口配痰叫配痰过来都洗面那以前都靠这招活到现在，没办法去看医生。那连破病的咩生皮、洗鼻孔，往后擤鼻涕、配痰。你等于如讲，其实口腔清洁做得很清楚。你做起你用一种安尼方法，先去清腔啊，等于人家要安尼讲所谓的呼吸道啦。对。嗰种其实咧做起吼，啊，有一些唔咩啲医疗过专业，要一定人推地位，他可能还是用这个方法去保养这个。休息一下喎，下一档节目我哋埋嗰度国际菜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就冇睇馬頭開，入邊了中泰醫生同人分享講，伊哋晚些時間，希望係做自家嘅生涯保健。我做請問一下，因為頭先醫療講到講，像頭先講，話做起啦吼，希望係去保護自家嘅伊啲算是我哋嘅呼吸器官吼。但是健康咯，健康，我用係建議講，我哋咧也愛去照顧成人嘅一種呼吸嘅一啲系統啊。照顧成人嘅吼，如我聽有同講過嘛，家長七家吼，因為我哋親生人的時候，都會學會保護我。提到同講嘅幾種方法，那個是太自然、鬆本保護七家，唔是食藥嘅方式。我講過嘛，第一章複習一遍，生皮嘛，都洗鼻孔前面吼，過來都安尼得去配痰，安尼生皮都下尾去安尼配出來。過來就落嘴，漱口，過來洗手面，洗熱水點，要這東西有做但是他生也冇辦法學這個東西，因為佢沒有那個環境，佢放學給爸爸媽媽，以前年輕的家長佢哋較唔曉做，唔知點樣嚟做啦，所以他生意呢冇辦法去做。我時常同媽媽講你有時間你要在他面前表演給他看。你明明沒有感冒，你要去卡做鼻孔。那它有衛生紙嘛，不是用手，你用衛生紙慢慢的生皮，一隻鼻孔生鼻孔。因為有的生意呢唔止用嚟生皮呢，佢冇人用手去裝嘅鼻孔叫呢。我哋以前細嘅時候，生皮生了以後我媽媽我哋節省嘛告訴拿一種衛生紙去生皮，生一擺都冇嘅，叫我啃我忙跟一種衛生紙生2-3擺，要節省用。生了以後還有一些那個魚膠，用個魚膠去撚鼻孔啦，對嘛去安尼把鼻涕吸出來。我同媽媽講，有時間你們要以身作則，在他面前表演那個動作給他看，做鼻孔啦，看媽媽用的生皮，用衛生紙去清腸，底擺鼻腔分泌物，用的往後擤鼻涕、配痰，漱口，先從清基本的漱口先做，因為刷牙底擺叫把人漱口嘛，安尼都同鼻腔底擺、喉嚨底擺種我做東西全部洗出來嘛第一隻衰末時陣生意我踢背背，鋼筋我做出來，連鋼筋半夜很容易着涼，因為早晨頭煙嘛，但是有時半夜2-3點我冷，同媽媽講我準備一張小毛巾放到旁邊當然睡夢以前的偏僻生較緊
鼻涕啊总要清净嘛，莫给鼻涕倒流给我冲嘛哈。啊，第二点，我准备找小毛巾，半压给替棉被时我冲哈，拜托唔同小毛巾拿过来，给降紧哈，慢慢的我包起来要，然后按呢薄薄的盖上去哦，按呢防寒，不要让它着凉。啊，第三个，早晨的烘起来，告是衣服黏黏湿湿，或是因为父母都晚睡嘛。假使譬如讲生意呢11点睡1点睡，唔看生意呢，汗衫内衣多一点湿湿黏黏吼，唔要提温较干的干燥的内衣嘛，安尼较不会着凉。那早上起来早晨的烘起来，如我听讲的，我听讲的保养动作能做多少算一斗，做一斗嘛吼，安尼如洗睡，去学校告诉去运动会。有流汗啊，带衫去温啊，比做较干燥哦，莫湿的衫啦哦，不要着到风凉啊。平常稍微运动一下下，简易的运动，来保护自己这样子，然后戴口罩也是政府规定的啦，所以口腔清洁跟自我保护的动作哈。用照路差不多这是基本动作。他甲侬讲，今日这是因为可能感冒关系，伊错过过救法，我用我去看医生。我偷偷听人讲，伊还有轻厚的吸鼻器，哦，有电动的，有手动的嘛，哈，有的手动的还不错哦，它吸力一强哦，安尼吸得出来，啊，电动的免做的，假使有因为我人错唔是，它伊唔系讲嘅完全用气管引起的支气管炎啦，其部分系鼻涕倒流、鼻子过敏哈引起的那个咳嗽嘛，所以假使错个较厉害时阵吼，食药嘅冇办法食得到的我上酸无哦，我想办法家己身体用卫生纸清腔哦，过来用吸鼻器吼。有天数同讲个生意呢，尤其是小 baby， 同个皮腔清得很干净啊，总较呛了，总较呛安尼一看不会倒流。过来那个保养的话，那就是生意呢，基本上按时打疫苗、新冲药哈。然后政府规定的，或是你想打就尽量打，增加小孩子抵抗力。然后平常做一些运动，保护气嘎，一些基本正确知识，就是家长慢慢教，慢慢灌输嘛，哦。咁一般来讲，咱用嚟去搞嗰度娴熟嘅爸爸媽媽用嚟去分辨到講，而家生意咧叫起碼嘅人，個加做喺都市通法，用冇有用嘅情形。從胃炎等下的小兒科門診診到哦。發燒啦、促啦、流鼻水加都市痛、奧利度、盤哈都診到。腸胃炎吼，我先講腸胃炎用的天咯。當假使廿生意呢，奧利度盤唔是乜醫生，你按你看清楚，叫腸胃不舒服。但是吼，其實腸胃早期較早期吼，叫我同講法呢，用的講法咯，看廿胃口，假使也兩日吼。要看牙生意呢，要一用呢胃口吼，最近2-3餐又较无好。啊天气吼，都说唔多下啦吼。个天气吼，都是安尼脏气啊。啊有的家长我用讲的输气痰，安尼嘣嘣嘣，唔感觉到数字没做安种，有脏气，胃口无好，我18上盘吼，也一点点微烧，其实吼。就是胃肠同讲法讲，注意我不舒服诶。但都几块是盘，我盘我奥利度，安尼都症状真面目都走出来哈。所以家长对那个胃口不好，胃口较无好，还有那个人较无爱吃东西哈，都是中气，都是七八通要较注意些的哈。奥利度以后哈。因为那个像我们常常见到都是轮状病毒嘛，你讲轮状病毒、诺罗病毒、腺病毒，还有青斗病毒，还有性都会引起。引起以后，以外再多肠胃都黏膜把那个上皮细胞哈刮烂掉，
那个黏膜哈，我受伤了，受伤那个宠物的上皮细胞黏膜功能不好，其实的东西吃下去没办法消化，比如胀气嘛，哦，如超生了，人家说有点超生，吹快下来的酸味出来，消化不好，安尼肾炎都是通过盘安尼嘿。假使你睇到体脏问的问题，可是你都吐的时候，我们吃东西要吃较清淡哦，牛腩啦、肉啦，吼，比如说肉松、肉燥、鱼松啦，吼，排骨汤啦，吼，肉也对，冇说都注讲个萝卜汤啦，那个高丽菜蔬菜汤啦，安尼必胜，是蔬菜汤水哦，然后配点白饭，或是白饭煮进去变成蔬菜汤稀饭。是少量安尼如何？假使小 baby 一天要吃牛奶要泡稀，浓度要泡稀，慢个按照稀喏。比如说3汤匙泡180，如3乘上1/2，如1汤匙半泡180嘛，哦。以前说都180，以下说90，说下去剩的90度的啦。假使越碰越厉害。力度越来越厉害，就浓度都变1/2变做1/3嘛，哦，所以你本来3瓢乘上3倍就是1瓢嘛，1瓢放180安尼。那副食品什么米粉、麦粉、麦片，全部要停下去。那过来找青龙医们讲，医生啊，做来去吃素跑嘛，素跑没清好，但是素跑的糖分哦，较高，它不是正统的葡萄糖甜点是水。要是你要吃素跑，你也要1:2。总来较无甜，让做的是，然后最后一张，如同讲，用的判断生意的半夜叫吼，都带迄嘛个，都带迄微创的事情，也迄别的事情，一样，第一集看有没有微烧，哦，小孩子不会讲话，看微烧，你看他温度，本来36.8、36.5，以后基本营养37.3、37.5，就在热的边缘跑来跑去。甚至37.68安尼，就是我18我食安尼，天一早看最近这3餐的胃口，哦，比如讲储备暗头都18胃口唔好诶，这份人没睡以后，暗头叫吼，某一天吼，明天都恶力度诶，哦，所以胃口同发烧、微烧轻重要。过来素假使有寒，伊安尼一早数的大，都说咚咚咚哦，细胞胀气。安尼都伫生意呢出事情的哦，可能没一般的事情。有的生意呢，迄肚子饿了他哭嘛，你装逼说都会。有的生意呢，有的生意呢，迄上腹塞的吼，或是肠胃不舒服，你体外要找上那面哈安抚一下，其中无叫你做的有的生意呢，太标没出来，他便秘啦，因为他排泄没清好。安尼愈屙屎屙唔出来，愈肠绞痛嘛。也个有轻度原因啊，譬如说尿道炎、轻度，所以假使安尼安抚以后，该注意的注意，还是生意的紧叫吼，冇办法都要去现场看验血验尿安尼啦，爱做啦吼。嗰种其实吼，生意的按表有可能不会有多症状，但是像头头的医生已经有搞到讲，其实那个症状能用来判断，刚刚讲真实，你这个冇办法判断出来的时间，还是送医院能够好。有些下我看到节目，我哋买过多精彩故事。翻过来复起来嘅，所以呢节目睇码头看，有冇了中睇医生同人分享讲，生意咧，假如有某个偏痛嘅时节，能用嚟去观察，同时按用嚟去应付。像我也先生吼，因为其实更加有关于多嘅算是野外体白做野外啊，吼，而唔係按用嚟去照顾生意咧。咁一片政府係咪有啲相關嘅有啲規定同有啲算是指引咯？講個以下兒童手冊吼。比我做得清楚，我哋以前做中醫師，我以前做中醫師出來的時候，我那兒童手冊吼，以下政府做得清詳細，
以前中医师出来时，某州都按详细用来讲咯。其实同讲个生理呢生长发育哈，譬如说头围、身高、体重，他这个有做了很详细的表格。假使讲个家长哈，请关心去搞生理的生长发育时候哈。给我这人们以前，其实政府很关心你从中会，但是以上请麻烦，请多教家长唔知要用来看，唔是，哈，要譬如讲要生长表格要带下哈，它上面有身高、体重、头围嘛哈，哦，但是家长看不大懂的是什么叫做因为以当国有97，哦，还有最下面有3，它有各种数字哦，都带一样那个。呀，数字嘛个意思呢？譬如讲，安尼，一度细，体重一度，对着去有一只点嘛，你对着一只点来看一只线哈。比如说，先做到，比如说，先做到讲个，50号的哈，那个意思呢？如果100只生意呢，5样一度涨啦，等于就是你就排名50名，告诉你要先跌到3，就说100只生意呢，你只赢3个人，哦。你就是第97名了，就是按的意思了。所以告诉生长期限的那个，它的数字是这个意思。那是刚刚到家长不知道这个蛮可惜的，因为他不懂得怎么看，底安用来中哦。其实这个就可以给家长做个参考，不用那么紧张，不是很紧张哈。过来哈，因为过来家长亲烦恼。生意呢，第几天发育生长有没有异常？其实哈，一张表格啊，讲到以下小儿科同政府总的清楚清清楚哈。我看当个迄以下迄一张烟2张烟嘛哈，要变成1张烟2张烟安尼过来，都1岁半哦。还有杯你看哦，1岁1岁都5岁哦，不但用文字叙述，还帮你画图画出来的。轻档狗黑马个小朋友，轻档狗是粗动作，比较粗大的动作。听一张还有细动作，轻很细腻的一些动作哈。还有小孩子的一些那个言语啦，还有一些肢体行为，他都帮你用图写上去，所以你根本不用记啊。那你对在如何？安尼七个一宽宽的身影呢？安尼对，那个时候的人家说7周8爬9站嘛，哈，你忙个时间，你讲你身影忙个问题，如麻烦对在安尼表格，要在用到，安尼如家己做疑心啦，哦，七个去注意七个身影的观察，安尼。对他个较方便啦，吼，安尼。可是等于如果其实你开始讲生意的时间，政府都不一的儿童的一个手册嘛，儿童手册。可是如这种的儿童手册上面的一个规定，如去做做事情，头我的医生有讲我的生长曲线，因为个生长曲线有5条。好，中间还绿色的嘛，俺们一般来讲都平，俺的俺们讲常态分布的平均的部分啦哈，上面都97，好，慢慢的96。但是一般人来讲，比如讲其他生意呢，可能能做对些，然后伊也要体重一度、身高一度吼，伊唔是讲亚种都係學個好還是學個唔好，還是學個普通。可是嗰種講我哋可以用嘅表上面的一個點，都提講哦，其實也算是平均以上。哦，其實都算唔是擔心。你看唔是強啦，如果輕強，你講平均個大下，甚至講上頭都醫生講嘅，最跌到3嘅時間，你等於講100個人禮拜。已經數百萬是97個人，其實可能如果開始注意到都係我哋呢生意呢都係發生乜事情，吼，係先天的問題，還是講呢照顧上面出現的乜問題？因為有部分哦，我如果可以分享講，因為我嘅外甥女啊，其實就幫叫我出來嘅時間，我這咪係新數嘅爸爸媽媽，我都照顧伊嘅時間，啊，V 都3張嘢嘅時間，奇怪，幾時有個醫生都講。一生嘢都冇睇咯，都3張嘢時間問團1張嘢錢咪強樣，後來如意其實係德國，如意走嘅路，你發現講啊，入邊嘅心臟啊，有啲可能係卵圓瘡啊，冇合幫落，好嗰時路變成嘅心口嘅血啊，好全部都係呢，亦全部都分得強下嘅，好嗰時當地講哦，原來其實其實係做乜學個3張嘢生嘢冇個睇啊。
吼，啊，其他生意呢，其他已經30啦，30嘞，吼，強的嘛強的咧摸嘅，最強能強的。如不講下件事情，你講因為係假本外國人嘛，吼，啊有一擺啊，嘛係打疫苗，打係以後，如生意都嚴嚴咩，都免身啦，都過拍啦，伊都嚇到嘅，都愛喊救護車，又要假樣啊，都驚佢講唔係啦。但係拍你嚟拍啊，吼都上岸嚟啦。因為人哋喺網中人，人哋唔可能會安拍。伊講對安，人哋網中人對安拍嗰時都已經鬼麻煩啦。但是也要講講咩，人哋咧拍中人就拍啊，吼臉色發白，都會變暗嘅，係真爽嘅，冇乜問題。嗰時從頭到以前你講嘅話，我都想到講，真係如果到我賢淑嘅爸爸媽媽吼，伊真係替白照顧生意咧。伊媽唔點樣用嘅呀？可是你看政府都有一啲標準，你講啊，假如講你這個都要要慎重曲線，吼一點多耐時間，你都提講啊，其實它要喺平均以上，或者算是正常考嘅。假如講你喺平均帶下一些的話，吼冇得講平均最大嘅時間，你真係可能如果潛時上去問我，到底係生意嘅問題，還是講這個照顧上面出現乜嘅問題？但是我哋咪要講到，你同我講。厝的動作同腰的動作，乜講到厝的動作同腰的動作？厝的動作你講嘅輕明顯的哈，腰的動作你講嘅，你沒有很注意看哈，我注意到，不細緻的東西。譬如說小孩子的微笑，好，小孩子的微笑，還有那個，譬如說他會怕陌生人，他有講聲，我們那個害怕你。不太容易看到嘛，譬如我看到一隻叫人啊，我講，一隻爸爸來，我輕歡喜啊，你哈，那個動作是你沒注意到，不知道的，然後看到你會笑，小孩子看到媽媽，笑眯眯的，看到陌生人他會哭，他是一種情緒的表現，有時候你不大容易觀察，你不知道嘛，所以。維繫的動作，其實它都是動作啦，只是有的你要注意觀察，才知道，所以其實也不用管那麼多，反正我們就對照這個圖片，你爸爸媽媽比較不需要去擔心。係啦，冇想過，不，做乜偏嘢生意做下動作嗌話唔愛，加上講你即係咪設施唔嫌多嘅設施地方，而每下動作其實嘛算正常，但是你多嘅時間，你可以觀察到。伊係咪有要一啲，唔管係厝嘅動作，冇腰嘅動作，有一啲發生來講，其實有一啲推這個表來講，係其實係個防騙嘅啦。你看不是強啦。係，但是頭先有講到講疫苗嘅事情，因為其實健康嘅人哋講，就同我哋咧兒童手術來講嘅話，馬時間打馬疫苗，馬時間打馬疫苗，其實都已經算是有規定嘅啦，你這段要打入出嚟。佢加上講，我冇小時冇注意到，可以冇？以下都差不多哈，以下家長對疫苗的觀念差不多都一清楚，差不多哈，差不多家長都依政府的規定哈，我哋有打疫苗的那個時間表格嘛，幾多階段按你去打，但是冇去打哈，有時那個衛生所會打電話來跟你通知哦，但是以下都讀到事情都講嘅，有時我規定要打的時候較無限，有拍片嘅哦。給我同商量，比如說你就延後1個禮拜或延後2個禮拜，反正你去請教醫生，他會跟你商量個時間，一般就是感冒有較好以後哈，高量啥物都較建議注啥啦，唔是講100%，一天講規定期。這個時間，一天注，差不多隔3月5月1個禮拜沒有關係，沒有那麼死板了哈。譬如說，要將疫苗打以後，隔半年給我打一針，半年再多半個月也沒有關係啊哈。我們是講死板講，一天那一段時間去注，所以家長不用擔心那麼多。如果反正這個規定注係按你如何啦哈。慢一張半張煙，一張煙，安尼2禮拜1禮拜沒做得啦，反正都做很多好誒。以下都政府規定的疫苗有規定啦，但是有一些去個愛自費的，譬如說以下青島那個現在很多長病毒在流行嘛，於是告狀我再有講醫生要注長病毒疫苗冇，要注那個自費的疫苗冇。看家長對疫苗的認識，因為
因为家长有的很照顾小朋友，伊对价钱伊无嘛个顾忌了哈。反正有对生意较好，伊都去租，较贵较便宜都无关系哦，安尼。但是有的家长会顾虑到以下那个租要找啥较贵，伊都较无会租，看家长的意见看看。但是最近哈，那个肠病毒对越南有在流行哦，越南、日本、韩国哦，东南亚国家，安尼七个国家最近差不多要1年内开始流行的哦，但是有的家长就问我说，伊下流行，然后去做迄个肠病毒疫苗嘛？肠病毒轻度重，伊下肠病毒疫苗，它只针对过去流行会致死的71型有效果，但是譬如说 D68啦、A 口病毒，还有 Coxsackie 那种其他型的，它没有办法那个帮忙到，所以它帮忙的那个限度还是有限的啦。所以，是知道家长去认识，同先生常常，认识家长疫苗的也效果决定看到安样来做啦，安尼较好啦。其实看今日节目，我发现到讲外的政府对外的新书的爸爸妈妈其实可以听书了哈，伊出的一本书册。可是，假如讲到嗰啲新书爸爸妈妈，如这阵上面的一啲时间咧，伊可以打注射的，和伊注疫苗，如去注疫苗，和同时讲，伊上面嘛有几多我哋讲生长曲线嘛，可以去注意到讲，这个生意都在健康，算是落体某个点，还算是修得好，还是讲其实可以多注意。今日我们上海的廖医生，我想从分享按精彩故事。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观众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當我哋面書、傾讚，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